6月13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為人耿直、好溫柔、和藹、親切嘅人，但係你嘅內心咧好強硬，有種唔服輸嘅精神，覺得乜嘢都可以搞掂。你卓越嘅實力令到你身邊嘅人好信賴你，你從來唔驚任何嘅嘢，面對任何嘅困難，你會直接面對，迎面而上，好識得解決問題，亦都有強烈嘅責任感。好多時遇到困難咧，你會自己一力承擔，成日都一個人去面對，自己傷腦筋。建議揾一個咧你信得過嘅人，你可以敞開心扉咁樣同佢講所有嘅嘢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好認真同埋老實嘅個性，你喺感情當中咧係唔會講大話嘅。你好希望早啲咁樣打造一個美滿嘅家庭，所以戀愛咧就係你嘅結婚對象。你接受唔到一啲玩玩下嘅感情，或者一腳踏兩船。而喺性嗰方面，你喺朝頭早咧就好溫和同埋文靜，但係一到夜晚咧你就突然間會變到非常之主動同埋激情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喺工作方面咧，你腳踏實地，你有你嘅才華，亦都深受其他人嘅信賴。好多時一啲重任嘅工作咧都會交俾你嘅。你中意同一啲能力高過自己嘅人做嘢。而財運方面，你好擅長處理同埋運用錢呢樣嘢啊，你嘅財運咧亦都會節節上升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有大部分時間咧你都喺壓抑自己當中啊，習慣有咩事咧都中意自己一力承擔。好多時去到一個困局嘅時候咧，你嘅情緒就會有機會爆發起上嚟嘅。學習下平復情緒啦，你有你嘅穩重同埋有熱情嘅特質，先學識抒發情緒，跟住之後慢慢整合好自己啦。